不知足的人是你。没错，我是订2个位子，但自始至终约的人都不是你。魏老师，你怎么那么早就到了？他怎么在这里？不是只订了2个人的位置吗？哎，我说米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女人怎么那么不知足啊？连别人的纪念日你也要插一脚？抱歉，我不知道你们2个。那我先走。米雪，不知足的人是你。没错，我是订2个位子，但自始至终约的人都不是你。你约了别的女人，在我们2个纪念的餐厅。贝贝，我不懂哎，我做错了什么让你这样践踏我啊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那些都过去了。不是你的过去，不是我的，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改变过，你凭什么就这样否决掉我？我不想跟你吵，你走吧。好，我走。可是米雪，你可千万要记得他刚刚讲的话，因为总有一天他会原封不动的说给你听。是啊。米雪，佛罗拉的事情我不想多做解释，我只想你知道，其实我知道，就算是再笨的女人，也都能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很后悔没有早一点知道你喜欢我这件事，我一直过得很痛苦。米雪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我是认真的。廖总，我是真的暗恋过你2年。我以前都一直觉得女人只不过是束缚，所以都把她们当过客对待。就连和佛罗拉的婚约，也只是搪塞父母的借口罢了。但是，当我遇见了你，了解你，并喜欢上你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停下脚步，只会被另一个人束缚。米雪，你暗恋我的2年时光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会用一辈子交换。世界上最幸福的事，应该就是你喜欢的人也在喜欢你吧。可是，我却好像没有这种感觉。是因为佛罗拉吗？不是，廖总，我想了很久，或许之前我对你的喜欢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而更多是一种下属对总裁的崇拜，又或许是……是因为我喜欢上了另一个人。是史密特吗？对不起，廖总，你的心意，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女孩来接受的。
今天真是疯了，竟然拒绝像戴友轩这么完美的男人，还亲了那个史密特那个奇葩的男人。你洗手间用完了吗？你要洗澡啊？啊。搞什么？尴尬死了。怀表，原来你躲在这里啊！这家伙，你的怀表不是在我这里吗？怎么还有一块可以发表？那是假的啊。假的？啊。一个破表，还分什么真假？有什么区别啊？嗯？哎，你干嘛？懒得跟你解释啊。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你洗手间用完了吗？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用吧。哎，你不要乱动！什么的？这个表怎么回事啊？我刚刚好像重复了一次10分钟。那只是你的幻觉而已。什么的？这个表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我转动了年份呢？如果我刚刚转动了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那你就会穿越到那个年份的跨年夜。是吗？假设你转动年份到2045这个数字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穿越到未来，也就是我来的地方。你在说什么？2045，你来的地方？我知道有一天一定会瞒不住的，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。你的话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啊？你已经亲自试验过这个怀表了，你还不懂吗？我就转动了它，好像突然就重复过了10。那不是重复，是时光倒流。这是一块可以穿越时空的怀表，我只是用到从2045来到这里。同学，我是未来人。果然还有点烫啊！睡眠不好，确实是会让人胡言乱语的。你赶紧再睡一会儿啊！